生肖屬牛嘅人雖犯太歲、害太歲，但今年流年運勢仍大吉大利，氣勢如虹，正係把握時機，奮力向上，大展宏圖嘅絕佳時機。各方面都將迎來順遂嘅發展，事業運、工作進展將會非常順暢，事半功倍，效率顯著。由於紫微吉星入宮，預示住你今年頭腦特別靈活，思路清晰，學習能力極強，能輕易吸收新知識與新技能。若果參加各類考試或者專業認證，將大有機會金榜題名，取得優異成績。然而，命宮中同時有暴敗凶星出現，呢警示你切勿因一時嘅成功而自視過高、自得意滿，以免因大意而導致意想不到嘅失敗，屆時後悔莫及。此外，處理工作事務時必須有始有終，貫徹到底，切勿中途懈怠，否則可能功敗垂成。幸運嘅係命宮中有龍德，呢粒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坐鎮，預示住今年將得道多助，容易獲得同事、上司同客戶嘅鼎力支持，眾志成城，助你喺眾人中脫穎而出，平步青雲。但係仍需謹記，要盡量遠離嗰啲會帶嚟負面影響嘅朋友損友，以免耽誤咗光明嘅前程。事業貴人生肖屬雞同屬龍嘅人係你今年嘅最佳拍檔，若能同佢哋真誠合作，同心協力，事業將能更上一層樓，共創輝煌。事業吉利方位西方，有利行業，從事同金或木相關嘅行業最為有利。財運今年嘅財運亨通，無論係正財、固定收入，還係橫財、意外之財，都會有所斬獲，財源廣進。但係請謹記，對於橫財，切勿過於貪心，應見好就收，以免因貪念而導致財富流失、得不償失。健康運，健康狀況大致良好，並冇大礙，但需注意胸腔、肺部等呼吸系統嘅保養。此外，今年要密切注意交通安全，無論係駕駛正步行，都切勿因貪圖一時之快而疏忽咗安全。感情運，今年你嘅人緣極佳，社交生活活躍，而且好容易同異性擦出火花，相處投緣，感情生活將如魚得水，多彩多姿。想知多一啲來年個人運勢，歡迎揾我詳細算一算。我係陳發齊師傅。